哦，有5斤啊，1斤啊。秋子文心来请就。自己来，男你生。先自己来，你先自己啊。用抓的吗？对，你放。你手先抓，不要抓气球，对，不要抓气球。来，马国碧。示范一下，要怎么？示范组的，我要翻过来，自己撞就好了。来，别这样知道了啊。他已经帮你撞掉1颗了，剩2颗。啊，2颗啊。厉害，来，标准，马国碧，你撞1颗1千你。潘柏希连续被射到第2次的时候，你脑海里想的是什么？看你，我想说，应该一个人只有一次的名字在上面吧？就他打开这样有4次。